你冇壓力嘅，你係遊戲大王嚟㗎。大家都知道陸永轉數快口才好，但係點解佢咁串嘴都咁入屋咁有親和力呢？原來佢星盤咧一早就有玄機啦。陸永嘅太陽星座喺巨蟹座，暫時睇佢星盤上面風元素嘅比例咧就比較重啦，咁所以佢喺邏輯同埋表達力方面咧就比較強。大家都提到佢口才好啦，咁一定就要睇下佢星盤入面粒水星啦。陸永嘅水星落喺變動型嘅星座雙子座，水星掌管我哋嘅溝通同埋思考力，而雙子座亦都有靈活、識變通同埋有小聰明嘅意思。水星喺雙子咧，又處於一個有力強勢嘅狀態，自然大家咧都能夠見到佢口才好、轉數快嘅一面啦。另一邊廂佢嘅水星、火星同埋土星形成一個三合嘅狀態，當中咧火星同土星咧係天秤座合相，火星咧喺天秤咧係比較識得為人着想啦，會主動咧同人打好關係嘅。而喺墨魚遊戲裏邊咧，佢亦都有呢方面嘅表現啦。而土星喺天秤咧係弱星嘅狀態，佢會特別咧重視關係，覺得自己咧有責任去維繫啊。咁佢哋咧同水星形成一個三合嘅吉相啦，咁一方面咧亦都加強咗佢嘅組織力同埋判斷力，咁亦都能夠令到佢咧表達出嚟咧特別有力啦。遊戲裏邊咧亦都多次提到咧呢一樣嘢㗎。我係苟且者咋，好啊，玩得好啊，苟且偷生。咁其實係因為佢本命裏邊咧太陽啦同木星咧形成咗一個三合嘅吉相，即使咧佢木星係天蠍座逆行啊，咁但係咧都會為佢帶嚟一啲機遇啦同埋幸運嘅。根據遊戲規則，我哋係唔能夠派你出嚟，所以你直接過關。俾咪我做咩未死？